財富規劃同棋局佈局一樣，要有長遠策略，識得從長計議，方為致勝之道。信任經得起時間考驗，友邦一直都喺你身邊。友邦保險集團屹立亞洲超過100年，作為泛亞區最大嘅獨立上市人壽保險集團，總部設立喺香港，業務遍佈亞洲18個市場，全面專注亞洲客戶嘅需求。按市值計算，集團係全球領先嘅人壽保險公司之一，實力雄厚。而且集團嘅投資團隊超過600人，投資經驗豐富。由2010年上市到2019年，短短10年之間，新業務價值增長超過6倍，展現出強勁仍持續嘅增長動力。即使面對新冠疫情等全球挑戰，集團嘅表現依然穩健，反映到公司策略嘅前瞻性。營運基礎穩固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友邦保險集團連續11年蟬聯全球百萬圓桌會 MDRT 會員人數 No.1， 表現出對保險行業嘅承諾同專業。另外，根據市場調查，友邦更係香港最受歡迎嘅保險品牌，深受客戶信賴。咁多年嚟，我哋一直堅守以客戶為中心，持續用我哋嘅實力，一步一步幫客戶實踐健康長久好生活，贏得認可同信任，陪伴你人生不同時刻。友邦以長遠目光助你財富增長，每一步助你穩健成長。